九皇子楚凌云意图谋逆，传本宫旨意，即刻行刑。沈凤仪，我为你被贬北境10年，替你出生入死，扫平四海，扶你心上人登基，而你不仅坑杀我30万将士，还要恩将仇报。能助凌天登基是你的荣幸，要怪就怪你看不清，我心里只有凌天一人。九弟，你的皇位和你的女人，我就笑纳了。你就下去安心跟你的将士们团聚吧。行刑。若有来生，我定要让你们这对奸诈之徒恶有恶报！我没死，这是军杖。我重生了，回到了父皇驾崩。沈凤仪传旨让我回京的时候，前世我为了沈凤仪这女人，甘愿放弃太子之位给老戚，在苦寒之地戍边，还帮这对狗男女夺取了皇位，结果换来的却是这般下场。既然老天爷给我重来的机会，那这一世我就要带着这30万大军，直捣帝都，夺回皇位。沈太妃懿旨，陛下驾崩，让我来接收30万镇北军虎符。楚凌云，还不速速把虎符交出来！放肆！殿下镇守边疆，功勋卓数，你一个宫女也敢颐指气使？殿下，这是请君入瓮，您万万不可交出虎符，更不可回京，否则就是自寻死路啊！是啊，殿下，弟兄们只听您的。凭什么沈凤仪一个后宫娘们儿管到咱们头上？放肆！你们这群武夫竟敢对太妃娘娘不敬！都给我住口！楚凌云，我站了这么久了，你还不跪下领旨？交了虎符，娘娘说了，她会在京城赏你一个见面谢恩的机会。哦，是吗？殿下三思，沈凤仪这是要夺您兵权，再把您骗回去杀害啊！殿下今日若执意要交出虎，就先杀了我们。楚凌云向来对我家娘娘言听计从，我家娘娘的命令，她不敢不从。楚凌云，我家娘娘说了，要你恭敬地将虎符奉上，现在速速行礼接旨。我的手！我这辈子最恨别人指着我。殿下竟然砍了沈凤仪宫女的手指！可是太妃娘娘的贴身宫女，你竟敢伤我，娘娘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本王乃大前九皇子，你区区一个宫女，也敢直呼本王姓名？楚凌云，你该叫本王什么？九皇子殿下，这楚凌云往日将我家娘娘的话奉为圣旨，如今怎么像变了个人一般？想要虎符，让沈凤仪亲自来找我。九皇子殿下，娘娘对你那般器重，你这般不听娘娘的话，就不怕娘娘这辈子都不会再理你了？听话？你是说他把我当狗使唤的那些日子？殿下这时终于看清沈凤仪了。来人，卑职在。将这口出狂言的贱婢拖出去砍了。楚凌云，我可是娘娘的人，你杀我是要造反吗？本王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叫造反的话，那就随你们的便。至于沈凤仪，这次上京，我要将她碎尸万段。凌云，这是我的贴身信物，见时如见人。来人，将谋逆楚凌云拿下，3日后处以5马分尸。得令。凤仪，这是你送给我的定情信物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一块我随手捡的破石头，拿来骗骗你罢了。在我眼里，你和这石头一样，一文不值。殿下还是放不下沈凤仪吗？也是，刚才只不过是一个不敬的宫女而已，殿下怎会舍得对沈凤仪生气？殿下，沈凤仪之心昭然若见，殿下可千万不能心软。
红袖，起来。殿下若不答应回访北境，红袖便长跪不起。殿下，北境30万弟兄只认殿下。殿下若执意回京，末将也愿以死相见。殿下，沈凤仪是在骗您，您此去必死无疑啊！殿下，您若执意入京，就先斩了末将。凡阻挠本王入京者，等同谋逆，杀无赦。殿下，陛下，娘娘，不好了！昔日镇北军副将齐红袖叛入漠北，带着80万大军杀来，已经兵临城下了。什么？楚凌云若出事，我必让整个大前为之陪葬。殿下若执意回京，红袖不敢阻拦，只求殿下让红袖先行一步，为殿下探路赴死。殿下不可！齐副将忠心耿耿，万不可！红袖，你我不仅是生死并肩的同袍，还是青梅竹马。这些年，你更是为我出生入死。你为本王所做的一切，我都记在心里。前世我被沈凤仪那个蛇蝎妇人迷得神魂颠倒，心甘情愿做一条狗，却忽略了眼前这个值得我用一生去爱的人。这一世我不会再错过他。我要弥补前世所有遗憾，要报那五马分尸的血仇，更要做那君临天下的九五之尊。兄弟们，都起来！这京城我们必须回。殿下，您还是……但本王回去不是给沈凤仪当刀使，更不是回去让楚灵天卸磨杀驴。本王手握30万铁骑，坐拥北境万里山河，不想着当皇帝，却给人当狗，那不是脑子有病吗？所以本王这次回去是要血染皇城，扫除奸佞，登基称帝。之前，本王猪油萌心为妇人作犬，真心付出换来的却是被践踏。既然如此，本王便带你们君临天下，将属于我们的东西全部拿回来。殿下终于决定抛下那些儿女私情，争夺皇位了。这般霸气，这般气吞山河，这才是真正的他。末将周涛，愿誓死追随殿下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愿誓死追随殿下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你不必跪。殿下，从今往后，你只需站在本王身边。我不仅要带你纵横天下，也要带你看尽繁华。殿下这是要把秦副将当王妃看了。传令下去，全军整备，1个时辰后拔营，兵发皇城。得令。兄弟们，告诉本王，你们愿不愿意跟着本王杀出一个朗朗乾坤，拼一个浩瀚江山？陛下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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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众将听令，末将在。 1个时辰后，30万镇北军开拔，兵发皇城，夺我江山。兵发皇城，夺我江山。兵发皇城，夺我江山。出发，目标皇城。殿下，距离京城还有30里，前方有一伙人马直奔我们而来。殿下，是沈凤仪之弟沈威。哟，九殿下，我阿姐让我来接收兵权，你这可让我好等。虎符呢？赶紧交出来吧。殿下，此人来者不善。殿下该不会又反悔了吧？这沈威毕竟是沈凤仪的亲弟弟，殿下多半不敢动手，怕是又要动摇。慢着，你来晚了，本公子不高兴了。你必须恭恭敬敬地把兵符呈上来，让皇子当众下跪，少爷威武啊！皇子又如何？等五皇子登基，小姐做了皇后，少爷就是国舅，可不是这种垃圾皇子能比的。这就对了嘛！还有你们，都给我乖乖卸甲，跟我回京听候我阿姐发落。都下马吧。完了，殿下看来还是舍不得沈凤仪。沈公子刚才说想要什么？本少让你交出虎符，聋了不成？赶紧送上来，不然我定让你吃吃苦头。周涛听令，末将在。这伙人假传太妃懿旨，
意图谋逆，本王命尔等清君侧，诛奸邪，一个不留，杀干净。哈哈哈！楚凌云，你疯了！就凭你也敢动我？你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阿姐定不会原谅你。你有本事就试试！别说动你一根汗毛，本王便是把你脑袋砍下，他也不敢多说一个字。给我杀！什么？兄弟们，随我杀！拦住他们！快拦住他们！楚凌云，你不能杀我，否则我阿姐她会恨你一辈子。她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恨本王？就凭一个女人，也敢阻挡本王横扫天下，马踏皇城？殿下真的变了。殿下威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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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行军，目标皇城。凌天，先帝刚驾崩，灵柩还停在前面，你便在这寿皇殿后殿如此放肆，也不怕先帝的在天之灵看着？怕什么？那老东西已经被你送去见阎王了，这皇宫还有谁敢多嘴？他在天之灵看不惯，还能从棺材里面爬出来不成？这整个皇宫如今是咱们的天下，等楚凌云前来，设计让他杀了你那些兄弟，这皇位便彻底是你的了。不过，老九他坐拥30万镇北军，万一生出野心，你多虑了。他不过是我养的一条狗，对我忠心耿耿，绝不敢有二心。我已经让我弟弟去接收兵权，今日便能让你名正言顺地坐上龙椅。太妃娘娘，大事不好了！九皇子楚凌云率30万镇北军杀入皇城了，如今正直奔寿皇殿而来。什么？看来阿弟已经得手了，拿着楚凌云的虎符，带着他本人过来给我下跪磕头了。凌天，等拿到虎符，便是楚凌云受死之时。往后，这寿皇殿今日便是你君临天下的起点。如此，那朕就等着登基了。先帝驾崩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今日正好诸位爱卿都在，便商议一番新帝人选。本王尚未回宫，尔等商议哪门子的新帝？九皇子不是在镇守北境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先帝驾崩，九皇子虽是庶出，但回京奔丧也合乎宗规法制。那又如何？九皇子无诏返京，若是致使北境失守，那就是整个大秦的罪人。楚凌云，你无诏返京，还强闯皇宫，是想造反吗？你如此意气用事，依本宫看，你如今根本没有资格再执掌30万镇北军。速速跪下，将虎符交出来，本宫还能在先帝灵前替你求求情，饶你不死。这盒子里想必就是虎符吧？快把虎符交给本宫。对了，我阿弟呢？怎么没与你一同入宫？你很快就能见到你弟弟了。也是，阿威向来不喜欢这种死人的地方，虎符送到，他自是不会入宫了。罢了，赶紧把虎符交给本宫吧。虎符到手，这条狗就没用了，待会儿随便按个谋反的罪名除掉吧。阿弟，楚凌云，你竟敢害我阿弟！楚凌云，你竟敢害了太妃娘娘的亲弟弟，还在父皇的灵前犯下大忌，简直大逆不道！还不快快负荆请罪，将虎符交出来！本王的东西，你们还没资格拿。楚凌云，你当真是要造反吗？哼，今日当着父皇在天之灵，本王通知诸位，这皇位，本王要了。谁若敢拦，本王便杀谁。楚凌云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如今你不过孤身一人，也敢放言染指皇位？谁说本王是孤身一人？本王身后还有30万镇北军将士。
殿下，30万镇北军兄弟已经安排在城外安营扎寨，只等您一声令下，顷刻间便能踏平皇城。楚凌云，你身为九皇子，竟敢举兵造反，还残害手足，简直大逆不道，根本没资格成为皇帝。残害手足？诸位大人，我怀疑我那几位皇兄皇帝便是他派人杀害的。什么？楚凌云在大兴皇帝棺椁前见血，犯下大忌，还弑兄杀弟，简直天理难容！我等绝不承认这等乱臣贼子登基。我大前以仁孝治天下，九皇子不敬君不孝父，还弑兄杀弟，简直有悖人伦，臣服矣！如此毫无德行之人若登基，必使天下大乱，天下大乱！楚凌云，这便是人心所向，你手足相残，罔顾人伦，根本没人支持你当皇帝。本王手足相残，罔顾人伦，都看看吧。这竟是太妃娘娘写给九皇子的密信，还有让九皇子起兵造反，为五皇子登基扫清障碍。什么？这一切都是太妃娘娘和五皇子做的？你五皇兄为了登基，不惜把自己心爱之人送给先帝做妃子。我看不只是几位皇兄，父皇之死，怕是也跟你们脱不了干系吧？污蔑！你这都是污蔑！我没有。楚凌云，我不是让你看了这些信就烧掉吗？这么说，这密信所言都是真的？那陛下岂不也是太妃和五皇子害死的？烧掉，让你事后翻脸不认账，再将我五马分尸。前世本王就是太相信你，才落得个惨死的下场。这一世，本王怎会不留一手？现在，本王有没有资格坐上这皇位？诸位大人，我要被这逆贼蒙蔽了。这些所谓的密信，全是楚凌云伪造的。他对本宫心生爱慕多年，却因爱而不得，嫉妒五皇子，才做出这些大逆不道之事，栽赃于本宫。太妃乃是先帝贵妃，位分尊贵，本王也是先帝嫡子。你们难道要相信一个乱臣贼子的话来质疑我二人吗？太妃娘娘说的有理，九皇子一向对太妃娘娘那个爱慕有加，这是满朝皆知的事儿。这些年，九皇子对太妃言听计从，谁不知道他心里那点龌龊心思？楚凌云狼子野心，就是想陷害本宫和五皇子，好让自己名正言顺地坐上皇位。这个贱人竟敢如此污蔑殿下！身为父皇的妃子，却跟皇子私通，秽乱后宫。就你这种水性杨花、心狠手辣的毒妇，也配让本王爱慕？楚凌云，你本宫明白了，你这是在吃醋，对吧？你做了这么多事，不就是想引起本宫的注意吗？说什么要当皇帝，不过是想让本宫多看你一眼罢了。本宫给你一个机会，赶紧替本宫和五皇子成亲，好好赔礼道歉，交出虎符束手就擒，本宫还可以原谅你这一次。否则，本宫这辈子都不会再理你。九弟，太妃娘娘大人大量，你还不赶紧谢恩？楚凌云还不速速认罪，交出虎符，束手就擒！果然，他还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只要他还在乎我，我就有的是办法拿捏他。殿下，难道又要被他迷惑了吗？虎符还在他身上，不能现在撕破脸，得先把虎符骗到手，再慢慢收拾他。楚凌云，本宫知道你心中有气，你杀了先帝诸位皇子，气也该消了吧？现在把虎符交出来，乖乖认错，本宫可以既往不咎，对你从轻发落。该低头认错的是你们，至于我镇北军的虎符，也是你能染指的。不交虎符，难不成你还真想坐上那皇位？哼，九弟该不会是怕我们事后算账，卸磨杀驴吧？九弟多虑了，你我毕竟是血浓于水的亲兄弟，只要你交出虎符，我保你一生荣华富贵。五皇子宽宏大量，不计前嫌，真乃明主之风啊！
先稳住他，等我登基之后，再随便找个理由处置他。楚凌云，你当真要拥兵自重，与朝廷为敌吗？凌天都许你一世荣华富贵了，这还不够？你难道真要本宫与你决裂？本王如今兵权在手，又有美人相伴，自己坐上这皇位，岂不快哉？为何要拱手让人？殿下，楚凌云，你放肆！就算你有兵权，但你今日犯下如此大罪，想要登上皇位，简直痴心妄想！太妃娘娘所言极是，九皇子虽有兵权，但德行有亏。反观五皇子，德才兼备，仁厚宽宏，赈灾有功，对天下有大功绩。户部尚书大人所言极是，五皇子仁德之名，天下传颂；九皇子不过是一介武夫，对天下毫无功绩，何以登上皇位？本王15岁领兵，镇守北境13年，大小战役100余场，战敌首级数十万。你们说本王没有功绩7年前，蛮族18部联军南下，兵锋直指中原，是殿下率军千里奔袭，连破12寨，打得蛮族俯首称臣。5年前，北境大雪，粮草断绝100日，是殿下与将士同甘共苦，杀马充饥，死守边关不退半步。3年前，北离国30万大军扣关，是殿下率8000铁骑夜袭敌营，斩敌主帅于万军之中。若无本王在北境挡着，你们这些人早就在蛮族的铁蹄下做亡国奴了。楚凌云，你身为大前皇子，镇守边疆是你分内之事，拿这个来邀功请赏，不觉得羞耻吗？况且自古皇位立嫡立长，我是父皇嫡子，而你不过是一个庶出的九皇子，有何资格觊觎皇位？更何况你还犯下了弑兄杀弟的大罪，按照宗法，你就该被处以极刑。太妃娘娘圣明，庶出之子弑兄杀弟，不忠不孝，岂能登基为帝？对，速出就是速出，宗法不可废，请太妃娘娘下旨，将这个乱臣贼子拿下，以正国法。楚凌云，皇位只会是我的。你们说本王是庶出，没资格当皇帝，那你们可知，你们口中的嫡出皇子楚凌天，根本就不是父皇的儿子。什么？五皇子不是先帝的儿子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么一看，五皇子的相貌似乎确实有些不像先帝。不可能，这件事如此隐秘，楚凌云怎么会知道？你血口喷人！本皇子是先帝嫡子，这是满朝皆知之事，你竟敢当着父皇的在天之灵如此污蔑于我！楚凌云，你为了皇位，连这种荒诞不兴的谣言都编得出来，污蔑先帝血脉，这也是对先帝不敬。空口无凭，你可有证据？这是当年为先皇后诊脉的太医留下的密诏，上面详细记载了先皇后怀胎的月份与先帝临沁的时间，根本对不上。后妃私通，这是要诛九族的大罪呀！这若是真的，五皇子根本没资格登上皇位，这些证据都是伪造的，全是楚凌云为了夺位编造的。就凭几张纸，就想颠覆先帝血脉，简直荒唐！楚凌云狼子野心，为了皇位无所不用其权，这等荒谬之言，你们岂能相信？太妃娘娘所言极是，九皇子手握重兵，强闯皇宫，如今又编造这等谣言，分明是为篡位铺路。诸位大人切莫上当！在场武将听令，楚凌云大逆不道，篡位谋反，尔等速速将其拿下。谁若能拿下楚凌云，本宫封他为异姓王，世代承袭，与国同修。末将愿为先锋。楚凌云谋反篡位，大逆不道，末将今日便要替天行道。什么九皇子，不过是个乱臣贼子罢了。弟兄们，一起上！拿了他，咱们就是王侯。殿下，他们人多，无妨，一群花拳绣腿，本王还不放在眼里。一起上吧。狂妄！
一起上！他一个人挡不住我们！还有谁要本王的命？在先帝灵前犯下杀孽，楚凌云，你简直大逆不道！若是父皇在天有灵，得知皇位被夺，那才是真正的大逆不道。九皇子，你莫要得意，你就算再厉害，也不过3个人。殿外还有3000御林军，只要一声令下，你们插翅难飞。御林军何在？将这个乱臣贼子拿下！御林军听令，拿下楚凌云，本宫重重有赏。楚凌云，你纵有万夫不当之勇，难道还能敌得过3000御林军吗？识相的，赶紧束手就擒！殿下，御林军人数众多，本王可没有时间跟你们掰扯，算算时间，也该到了。太妃娘娘，大事不好了！九皇子的30万镇北军已经将整座皇城团团包围了。什么？30万大军包围了皇城？楚凌云，你竟敢调动大军围困！楚凌云，你这是大逆不道！楚凌云，你身为皇子，竟敢对皇城动兵！你对得起先帝，对得起皇室的列祖列宗吗？本王要当皇帝，这是通知，不是商量。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他虽然有30万大军，但如今也就3人在此，只要除掉他，30万镇北军群龙无首，绝对不敢轻举妄动。对，况且京城还有10万守城禁军，城墙高厚，简直固若金汤。别说30万大军，就是50万大军，也绝不可能攻破京城。御林军还不赶紧动手！现在跪下向本王投诚，等本王登基之后，还能给你一条生路。否则，只要你拿下楚凌云，本宫便按之前说的，封你为异姓王，世代承袭，与国同修。太妃娘娘有令，末将岂敢不从？弟兄们，给我上！拿下楚凌云，封王拜相就在今日。朝堂之上靠的是权谋，是人心，就凭你，也配跟本宫斗？等你死了，虎符自然还是会落入我们手中。那本王今日便告诉你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一切阴谋诡计都不堪一击。末将愿随殿下生死与共。末将也愿随殿下并肩作战。好，那今日我们3人将这皇宫捅翻天，尔等冥顽不灵，本王成全你们。杀了他们！御林军果然是在京城养尊处优惯了，根本名不副实。哈哈哈！这些御林军连战场都没上过，也配叫军人？他们只有3个人，总有力竭之时，都给我上！只要杀了他们，这辈子都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九殿下，末将有眼不识泰山，末将愿意臣服，求九殿下饶命。谁允许你投降的？本宫命令你赶紧把他们3人拿下，他们现在肯定是强弩之末。之前本王让你跪下投诚，是看在3000御林军还有点用的份上，但现在3000御林军已经被本王杀光了，你已经没用了。还有谁要阻拦本王？楚凌云，京城还有10万守城禁军，你们3个再能打，还能敌得过10万禁军吗？对，还有10万禁军！来人，快去通知禁军统领高勇，让他速速率禁军前来护驾。有10万禁军在，我看你楚凌云还怎么嚣张！10万禁军，好，本王等着。
楚凌云，禁军来了，你的死期到了。高统领，楚凌云造反，你赶紧把他拿下。现在他已经力竭，拿下他，本王为你封王。末将禁军统领高勇参见陛下，请陛下登基。高统领竟然向九皇子下跪了，这怎么可能？高勇，你竟敢违抗本宫的命令，你不想活了吗？高勇，你竟敢背叛本王！高统领，平身吧。谢陛下。高统领，你这是要造反吗？太妃娘娘，五皇子，你们到现在还看不明白吗？末将从一开始就是陛下的人。什么？你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你之前明明说要誓死效忠本王。末将奉陛下之命潜伏在京中多年，等的就是今天。陛下英明神武，末将誓死效忠。若不是本王让高统领擒住你们，真以为就你们两个废物能收服高统领？楚凌云，你给我站住！没有本宫的允许，你没有资格登上皇位。就凭你，也配阻止陛下坐上皇位？你这个贱人，不过是楚凌云找来欺本宫的，竟敢对本宫动手！楚凌云，你赶紧给本宫狠狠教训这个贱人！殿下，还是放不下沈凤仪吗？楚凌云果然还是见不得别人打我。楚凌云，本宫命令你亲自把这贱人的脸给本宫扇烂了。还请殿下三思。你也敢教训本王的女人？红袖是本王的皇后，未来的大前国母，谁敢对她不敬，本王便要谁的命。殿下，打疼了吧？殿下，您不怪我？怪你，当然怪你，怪你打疼了自己的手。你是本王的女人，本王不心疼你，心疼谁？殿下，我刚才还以为您要为了他。他也配？以后对付这种垃圾，不用你亲自动手，脏了你的手，本王心疼。楚凌云，你竟然还敢打本宫！你疯了吗？你难道真的想本宫这辈子都不理你吗？滚！本王看着你都恶心。来，红袖，随朕登基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陛下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千岁！钟爱卿，平身吧。陛下，沈凤仪与楚凌天大逆不道，对陛下不敬，末将恳请陛下下令，将此二人就地正法，以正国法。陛下，末将愿亲自动手，为陛下出这口恶气。不急，就这么杀了他们，太便宜他们。况且楚凌天生父所在的赵家乃大前第一世家，树大根深，盘根错节。我若想动他，还需从长计议。大前官场上下到处都是赵家的门生故望，正好用楚凌天来钓鱼。传朕旨意，沈凤仪、楚凌天私通秽乱，谋逆篡位，罪不可恕。即日起，废为庶人，囚禁于五皇子府，永世不得出府，一日只给1碗饭。1碗饭，那怎么够2个人吃？那就看你们到底有多相爱了。楚凌云，你赶紧收回旨意，不然本宫现在就死在你面前。要死就死，朕绝不拦着。你怎么不敢？楚凌云，不，陛下，我知错了，求你饶命！这一切都是楚凌天逼我的，是他胁迫我为他做事，陛下明鉴啊！你血口喷人，明明是你勾引我，唆使我争夺皇位，是你毒死了父皇，一切都是你做的！够了，拖下去，囚于五皇子府，永世不得出府。楚凌云，赵家不会放过你的！传朕旨意，7日后举行登基大典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五皇子和沈太妃被废为庶民，囚于府中。九皇子楚凌云将于7日后登基。楚凌云，一个庶出的孽种，也敢动我赵家的人！家主，如今楚凌云手握30万镇北军，还有10万禁军，京城已在掌控之中。我们赵家虽在朝中门生故旧遍布，但手中无兵，难以抗衡啊！哼哼，兵权，他楚凌云有兵权又如何？这世上杀人的法子多的是。用我的名义去找天下第一毒医鬼手药婆。家主的意思是，鬼手药婆有一味药，无色无味，可使人不再碍事。是。殿下说7日后登基大典，到时候我就是他的皇后了。娘娘，这是陛下吩咐御膳房特意为娘娘炖的鸡汤。陛下说娘娘辛苦了，让奴婢送来，请娘娘趁热喝下。鬼手药婆说了，此毒能通过房事传播，只要秦红秀喝下，再与楚凌云同房，3日后2人都会毒发身亡。红秀，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正要喝您让御膳房送来的鸡汤。这何时让御膳房给皇后送鸡汤了？说，是谁派你来？说，谁指使你的？陛下恕罪，是奴婢和御膳房几个人自作主张，想要讨好新主子。讨好新主子？既然是讨好主子，那你替主子尝尝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喝。陛下，这是给主子喝的，奴婢朕允许你喝。大胆！好大的胆子！谁派你来的？楚凌云，算你命大！死士！殿下，刚才若不是您及时赶到，我定然……有朕在，没人能伤你。来人，处理干净。另外，御膳房所有人全部撤场。是。赵家，既然你们想玩，朕就陪他们玩一把大的。楚凌云倒是命大。家主，楚凌云身边防守严密，想从宫中下手，怕是难如登天。7日后，楚凌云要举行登基大典，届时百官齐聚，正是最好的时机。家主的意思是，皇权治国还得靠我世家。7日后登基大典上，百大世家反对，我看他楚凌云如何登基。家主好计谋。明日你去见见楚凌天和沈凤仪。那一碗饭，你一个人吃了大半，你心里还有没有我？你之前在大殿上，可是轻易就把我供出去了。我那只是权宜之计。吴殿下，太妃娘娘，奴才是赵家的人。赵家，家主让你来的。告诉父亲，一定要救我们出去。家主说了，7日后楚凌云要举行登基大典，赵家准备在那天动手。家主让奴才来问问2位，可还有什么手段？若能拿出来，赵家那边也好多一分把握。手段？这是先帝传位于凌天的遗诏。遗诏？你竟然还有先帝遗诏？是真的，这竟是真的！你为何不早点拿出来？若早点拿出这遗诏，楚凌云岂敢如此嚣张？我又岂会被囚禁于此？你吼什么啊？本宫倒是想早点拿出来，可那时候楚凌云势大，30万镇北军就在城外，10万禁军也是他的人，就算拿出遗诏又有什么用？你回去告诉家主，
传召东南西三方镇守军侯，以清君侧、诛奸臣的名义，调集80万大军入京秦王。在80万大军面前，楚凌云的40万大军根本不值一看。奴才明白了。楚凌云登基大典那天，我要狠狠把你踩在脚下。我要亲自看着他跪在我面前求饶，要让他也尝尝被羞辱的滋味。陛下，这是沈凤仪交给奴才的先帝遗诏，奴才不敢隐瞒，特来呈现给陛下。沈凤仪果然藏了后手，这份遗诏若是真的被赵家在登基大典上拿出来，倒还真会给震天不少麻烦。小赵子，你倒是机灵。陛下明鉴，奴才对陛下忠心耿耿，愿为陛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很好。陛下，把这封遗诏交给赵家家主。陛下，这可是先帝遗诏，若交给赵家，朕就是要让他们拿到。陛下，这份遗诏若是落在赵家手中，他们便能名正言顺地调集各州府驻军，到时候数10万大军压境，皇城危矣。朕知道，但若不这么做，如何能将那些藏在暗处的人全部引出来？大前立国100年，世家盘根错节，朝中上下不知有多少人表面恭顺，背地里却恨不得朕立刻倒台。赵家不过是最跳的那一个，但绝不是唯一的一个。朕要借着这次机会，让所有心怀不轨的人全部跳出来，再一网打尽。陛下英明，奴才这就去办。这小赵子可是赵家家主私生子，值得信任吗？小赵子身为赵家家主私生子，却入宫做了太监，这么多年在宫中忍辱负重，受人白眼，心中最恨的恐怕就是赵家。可他毕竟是赵家的人，万一……放心吧，一切都在朕的掌控之中。这皇位既然落入了朕的手中，那便是天命所归，谁也无法动摇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该就寝了。陛下，还早呢。不早了，朕登基在即，这大前江山不能后继无人，所以是时候开始造娃大业了。家主，这是沈凤仪交给奴才的先帝遗诏。哈哈哈哈哈！天助我也！天助我也！有了这份遗诏，楚凌云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的逆贼，只要扳倒他，就能扶持五皇子，不是扶持我的儿子登上皇位。到时候，大前江山就是我赵家的，我要将国号改为赵国，我要做太上皇。家主英明，赵家100年基业终于要在家主手中发扬光大了。小赵子，你现在立刻回宫，盯紧楚凌云的一举一动。登基大典之前，他所有的动向我都要知道。是，奴才遵命。赵家太上皇，做梦吧！家主，这小赵子毕竟是楚凌云身边的人，如今皇宫被楚凌云掌控，他还值得信任吗？家主，如今皇宫被楚凌云掌控，那小赵子真的值得信任吗？你们放心，现在整个皇宫里最可信的就是这个小太监。家主何出此言？那小赵子毕竟是楚凌云身边的人，万一他是我赵家的种，血浓于水，不敢背叛。再说了，他一个太监，除了投靠我赵家，还能有什么出路？这太监是我赵家血脉，一个私生子罢了，能为我赵家的宏图大业做出贡献，也算是发挥余热了。为了家族，不惜牺牲亲生骨肉，家主大义。传令下去，联络各地世家，准备在登基大典当天一起发难。我要让楚凌云在那一天从龙椅上摔下来，摔得粉身碎骨。是。楚凌云，登基大典那天就是你的死期。侯爷，赵家家主有令，持先帝遗诏，命侯爷即刻起兵入京秦王，清君侧，诛逆贼楚凌云。先帝遗诏，传位于五皇子。
传令全军，兵发京城。出发，目标京城。陛下，臣妾为您更衣。陛下穿上龙袍，真好看。皇后有事说便是，朕还会怪你不成？陛下，等您登基之后，臣妾会马上开始选秀，充实陛下的后宫。怎么，朕独属于你一个人还不好？你还想跟别的女人分享朕？只是陛下太厉害了，臣妾一个人实在吃不消，只能多找几个姐妹来帮着一起分担。朕允了，不过选秀的事，你说了算，朕都依你。万岁！吉时已到，陛下登基大典正式开始。大前第9皇子楚凌云承天命继大统，即日起登基为帝，改元永安，册封秦氏红袖为皇后，母仪天下。臣等恭请陛下登基。楚凌云，你没有资格坐上龙椅。你趁先帝驾崩之际，率军入京强闯皇宫，此乃1罪；你弑兄杀弟，逼压太妃，此乃2罪；你构陷5皇子，污蔑后宫，此乃3罪；你勾结禁军统领，逼宫夺位，此乃4罪；你身为庶出皇子，染指皇位，此乃5罪。犯下5宗罪，你这不仁不义、不忠不孝之徒，有何资格登上皇位？这是赵家一家之意，还是诸位也这么认为？赵家主所言极是，楚凌云登基不合礼法，不符宗规，我李家不承认，我王家也不承认，庶出皇子岂能为帝？我张家附议。诸位说朕没有资格登基，那朕倒要问问，如今大前除了朕，还有谁有资格坐上这把龙椅？5皇子乃是先帝嫡出，更有先帝遗诏传位于5皇子。5皇子登基为帝，合乎礼法宗规。先帝遗诏传位于5皇子。楚凌云，你没想到吧？先帝遗诏在此，5皇子登基才是名正言顺，你登基不过是谋逆篡位，大逆不道。来人，去把楚凌云身上的龙袍扒下来！谁敢？诸位，先帝遗诏在此，5皇子才是正统。楚凌云一个庶出孽种，弑兄杀弟，强占皇位，天理不容！滚下来！滚下来！滚下来！朕如今坐拥40万大军，需要遵守这一张不知真假的所谓先帝遗诏。再敢扰乱登基大典者，杀无赦！遵陛下旨意，扰乱登基大典者，杀无赦。40万大军，如今南西3方镇守80万大军入京，30万镇北军以及那10万禁军，怕是早已被拿下。不可能，80万大军入京，为何没有半点消息？绝不可能！80万大军若是入京，早就该有军报传来。传3位军侯进来，让楚凌云看看，什么叫做绝望。楚凌云，你的40万大军已经完了，现在没了这张底牌，本宫倒要看看你还能怎么办。待会儿，本皇子要亲手将你扒皮抽筋，五马分尸。3位军侯，你们这是要造反吗？皇室纷争谁是谁非，我等镇守边疆的武将不清楚，也不想知道。我等只认先帝遗诏。对，我等只认先帝遗诏，先帝让谁当皇帝，我等就支持谁。楚凌云，你一个庶出逆贼，别白费口舌了。你今日死定了。既然如此，
那就请赵家主宣读先帝遗诏，让众位大人和3位君侯都听一听，先帝究竟选了谁做继位之人。楚凌云如此自信，难道还有后手？不可能，今日他绝对翻不起什么风浪。赵家主，宣读遗诏，让他彻底死心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御疾30载，夙夜忧勤，然龙体堪忧。朕先去之后，特立第9子凌云为太子，继朕登基，即皇帝位。遗诏上传位的是九皇子，难道赵家主之前根本没看遗诏？3位侯爷，如今先帝遗诏命朕登基，尔等可服从？我等愿追随陛下。你不是说父皇遗诏是传位于本王吗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亲眼看着先帝写下的，明明写的是凌天的名字，是你，一定是你换了遗诏！对，这份遗诏肯定是楚凌云伪造的，他为了篡位，什么事做不出来。老夫要求鉴定先帝笔记，以辨真伪。遗诏是真是假，全凭你们一张嘴吗？朕可没空跟你们浪费时间。皇后，随朕登基。这张遗诏是假的，是本宫伪造的。先帝死的突然，根本就没有留下遗诏。楚凌云，你休想凭此登上皇位！没有先帝遗诏，要想登上皇位，必须靠我世家支持。今日，我赵家在此表态，绝不支持楚凌云登基。我李家也不支持，我王家也不支持，我张家复议。这就是所谓的天下第一大儒，100大世家，简直是无赖！你们真把朕当泥捏的，谁都能来质疑。既然还有这么多人不服朕，高勇，末将在。在场凡不支持朕者，杀无赦。遵旨，禁军听令，凡不支持陛下者，杀！楚凌云，我们背后皆是传承100年、1000年的世家大族，根深蒂固，盘根错节，你杀得进天下世家吗？没了我们世家的支持，你登基之后，天下必定大乱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到时候民不聊生，就是你楚凌云的罪过。这天下是朕的天下，该怕的是你们。3大君侯听令，末将在。率军前去，将这些反对朕的世家抄家灭族，查抄所得一半充入国库，另一半还财于民，分给那些被世家大族欺压盘剥的百姓。楚凌云，你这是暴君行径，你会遭天谴的！暴君，朕倒要看看，等百姓拿到那些被你们搜刮的民脂民膏时，他们会说朕是暴君，还是明君？禁军听令，叛军者杀无赦！儿子，快救为父出宫！奴婢乃是皇帝家奴，跟赵家没有任何关系。先帝遗诏就是我换的，我跟陛下早就谋划好了。你以为是在帮赵家夺天下，其实是在帮陛下扫清障碍。你这个孽种！小赵子，此人交给你处理。奴才谢陛下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是你父亲！你害死我母亲，毁了我的一生，今日便是你的报应。以后，你就是朕的总管太监，统领内务府。谢陛下隆恩，奴才此生必当做陛下最忠心的人。起来吧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五皇子楚凌天勾结赵家谋逆篡位，罪不可恕。
沈凤仪秽乱后宫，毒害先帝，谋害忠良，罪大恶极。传朕旨意，3日后，楚灵天、沈凤仪按律论处，明正典刑，其核心同党一并严惩不贷。楚灵云，你以为坐上皇位就万事大吉了吗？本宫跟你没完！行刑！放箭！沈凤仪，轮到你了。不，我不要死，我还要当皇后！陛下，北离80万大军压境，北离太子拓跋宏放话，要陛下交出沈凤仪，否则80万大军将踏平大前北境，寸草不留。楚凌云，你还不赶紧把我送去北离？否则80万大军踏平大前，你就是整个大前的罪人。别说区北离，就是全天下与朕为敌，也阻止不了。看来北离是忘了3年前，朕30万铁骑踏破他北离边关，差点灭了他国度的耻辱了。既然北离要战，那朕就陪他们战。带上沈凤仪，是，朕要御驾亲征，踏平北离。北离80万大军压境，边关告急。朕今日御驾亲征，尔等可愿随朕出征，踏平北离？踏平北离！踏平北离！踏平北离！末将也愿随陛下出征，踏平北离。带上罪犯沈凤营，出发北境。是。把沈凤仪绑到战旗上，挂在前锋营。楚凌云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你不是说拓跋宏会救你吗？那就看看他到底诚意如何了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出击，前锋营压上，战旗高举。楚凌云，你竟敢！太子殿下，那是沈凤仪。楚凌云把他挂在战旗上，分明是让我们投鼠忌器。拓跋宏，想要沈凤仪，就让你的80万大军放下武器，投降。楚凌云，你身为大前皇帝，竟然拿一个女人当挡箭牌，简直无耻！无耻！对敌人，朕向来不择手段。拓跋宏，朕给你1炷香的时间考虑。1炷香后，若你不降，朕便当着你的面将沈凤仪处刑。拓跋宏，快让你的人投降，救我走！凤仪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救你的。太子殿下，为了一个女人让80万大军投降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！若真投降，北离颜面何存？我等宁死不降。80万大军是北离的根本，若就此投降，北离将万劫不复。拓跋宏，你说过会护我一生的，你忘了你的承诺吗？凤仪，你待我如此情深，终究是我负了你。你放心，待你死后，本王定会踏平大前为你报仇。不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放箭，全军出击，踏平大前！拓跋宏，当年我30万大军能败你50万大军，今日同样能败你80万大军。朕北军听令，犯我大前者，杀无赦！犯我大前者，杀无赦！镇北军，随我冲锋，让北离人看看什么叫做大前铁骑！护住陛下！杀！兄弟们，跟我冲！让北离人尝尝咱们的刀！这不可能！80万大军，怎么会？直捣黄龙，
踏平北离！踏平北离！踏平北离！北离皇帝听着，朕给你1炷香时间，交出拓跋宏，开城投降，否则城破之时鸡犬不留。城破之时鸡犬不留。城破之时鸡犬不留。你这个孽子，为了一个女人，竟害我北离国灭！陛下，难不成我北离当真要降了他大钱？除了降，还能如何？大前皇帝陛下，罪臣愿降，求陛下开恩。拓跋宏，你率80万大军犯我大前边疆，欺我大前百姓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有今日？从今日起，北离灭国，北离国土尽归属我大前。罪臣遵旨。沈凤仪，现在轮到你了。楚凌云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行刑！陛下，是否要亲自行刑？不必了，朕要带皇后回京。恭敬陛下得胜归来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平身。谢陛下。如今陛下刚刚继位，便灭了北离，诸位同僚可要好好辅佐陛下，开创盛世。那是自然。不说了，本官得赶紧去处理礼部事务，先走一步。我兵部还有事儿，也先走了。对，我得赶紧回吏部。快去，让二小姐打扮好，待会儿随我进宫面见陛下。陛下，什么事？礼部尚书求见，说是给陛下送了些北地新茶。让他进来。陛下，老臣家中新得了一些北地新茶，特来献给陛下。这是老臣的小女，自幼精通茶道，让她为陛下煮茶。陛下，兵部侍郎求见，说是给陛下献上一匹汗血宝马。陛下，这是老臣的侄女，最善骑射，可以为陛下。陛下，吏部尚书求见，说是给陛下献上一幅前朝名画。陛下，哟，吏部尚书和兵部侍郎也来了。尚书大人不也来了吗？老夫只是来献画的，不像某些人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陛下，外面又有许多大臣前来献礼。陛下，您的后宫怕是要热闹了。可朕唯独只要你